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东区平实公园伫104年3月份开工，经过1档外的时间，伫去年11月份完工。不过配合周边中划甲湖水下水道工程，一直到今仔日正式开放。这民代甲在地乡亲会补贴特别来参加这场地方的喜事。由因康福国里的阿公阿嬷潜水团所带来开工表演，为平实公园开放典礼热烈开幕。该公园伫104年3月15号开工，并配合周边中划甲湖水下水道工程，经过2档月时间，总算伫下晡正式开放。占地7公顷的平实公园，也成为台南第4大公园。除了保持原有的生态以外，也尽量就地取材，打造低碳环保的公园环境。这个设计呢，因为它是老旧营区所以它留下了不少的这个老树和这个老旧房屋，那我们都把它保存下来那老树大概保存了92%，那旧有的房屋呢有17床那我们保留了这个5床。所以虽然它是一个新的公园但是它树木都是有树荫的那这个我们也保存它的生态，我们也做它的这个3个滞洪池那一些材料呢也是从这个就地取材所以我们发挥了这个低碳自然还有这个环保的这个作用所以未来的话呢，那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这里市长李梦燕认为，平实公园的开放带来3项指标性的意义，除了为因康东区的民众带来更较优质的生活空间以外，也是结合大型商圈的黄金地段，而且更是日后台南轻轨、南线甲二线的交汇中心。咱平实营区这块地是未来的交通枢纽。咱大台南的交通枢纽，就咱都叫苏局长讲的，咱捷运的蓝线这个已经核定了，在前瞻计划已经核定了。捷运的绿线，我们也前瞻计划嘛已经出核但是咱路线还要再做一些检讨平实营区刚好就是捷运蓝线跟绿线交汇的地方，而且再加上国道客运，咱这个交流道，咱大湾交流道来。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国道客运的转运站，另外咱即马边这条裕永路的顺利的即马现主是已经从小东路跟这个东门路把它连在一起，打通等于是把仁德交流道跟大湾交流道把它打通，将来还会往北延伸到中山南路希望将来也是把台20嘛一起把它延伸过来，所以讲咱这个所在可以说是台南未来的交通枢纽、交通重要的一个据点伫这贵宾的参与之下，共同为平实公园揭开序幕。而这对台南的市民来讲，也算是圣诞节的一份大礼，来将提供周边的民众一个休闲散步运动的好去处。电视新闻站山郭博义采访报道。迎接圣诞节，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颜顺泽24号特别前往远东百货广场，感受热烈欢乐的气氛，并且请干部做回来耍扭蛋，将扭蛋得到的礼物全部捐给家扶中心的小朋友，互因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颜顺泽24号下晡特别来到后火车站百货公司的广场。一方面，除了一甲所有乡亲、甲少年朋友握手问好，另外也感受圣诞欢乐气氛，邀请服务处人员做伙排队转扭蛋，希望将扭蛋所得的礼物转送给家扶中心的儿童，共同感受圣诞欢乐的气息。今仔拄耶诞节甲对过年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阮的团队想讲遮拄啊扭蛋所以阮就招来这个所在甲咱的市民共乐啦因为这已经变咱台南市一个非常重要，大家拢非常欢喜这扭蛋
所以阮的家，阮会把阮鸟蛋内底礼物呢送到我们的咱家福中心，互因呢伫这个寒冬当中，互一寡囡仔一寡温暖啦吼。咱嘛希望讲大家咱共襄盛举吼，来这个所在开一个小时，得到一寡礼物，拢送互咱的这个医院内底，互咱的家福中心内底遐艰苦囡仔吼。我想这是咱文化首都应该有的文明的举动甲素养的对。因为25号大河是圣诞节，现场有教会儿童剧团的演出，吸引不少家长甲小朋友参加。安顺镇服务处的人员也一一致敬圣诞棒棒糖，甲大家做伙感受圣诞节欢乐的气氛。今日新闻民间彩虹报道。媒体出身，长期担任民进党公共事务的林志文。23号在喜洲成立议员竞选总部，包括立委叶宜丁、陈天辉等民代拢到场相听，希望乡亲和年轻有为的少年人一个服务乡亲的机会。媒体界出身，长期对公共政策非常认真的林志文，这届挺身而出，将参与民进党南区甲安平区议员初选。23号选伫故乡，为南区喜洲仔出发，成立竞选总部，包括立委叶宜丁、陈天辉以及市员陈宜丁甲蔡宏全拢到场相听。林志文表示，虽然这届南区甲安平区有7、8位的对手，不过伊真有信心会当赢伫这届选举。伫这个政治的领域志文做服务将近要10天的时间，将近10年的时间了当然，我想这届参选南区安平区市委的选举，当然这届是非胜不可啦非胜不可因为虽然讲竞争者有7、8个啦按个对着志文来讲，长期咧做服务，长期甲咱乡亲徛做伙，长期甲咱乡亲咧熟悉，我相信我绝对有信心会让赢得这届初选的选举啦。选伫好日好时，议员参选人林志文邀请所有贵宾共同剪彩，并且接受致敬吉祥物。现场阁准备卤面，宴请所有出席的乡亲，场面热烈。今日新闻民间彩虹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23号暗时成立永康后援会，现场超过2万名的乡亲去相听。陈廷辉表示，永康要大发挥，一定爱选陈廷辉。伊强调政见绝对毋是口号，希望台南会当出一位女市长。立委陈廷辉争取民进党市长初选永康后援会，23号暗时伫永康卫生所头前举行，现场超过2万名乡亲到场相听。整个道路客满人潮，参选人陈廷辉也一一甲大家卡乡亲握手，寻求初选民调会当顺利过关。现场包括副议长郭信良以及多位民意代表拢到场致意，场面热烈。陈廷辉表示，初选以来一直一步一脚印，所开出来政见绝对不踩高空，希望所有乡亲甲后援会拢会当做监督。伊强调，永康要大发挥，就爱选陈廷辉，愿望大台南会当出一位女性的市长。真真正正了解台南，绝对不能打高空，因为一定要真真正正落实基层，了解基层的声音，你的政策甲预算才会当打进民意。人讲这叫接地气。廷辉要甲大家报告。所有后援会团队对廷辉绝对是监督。廷辉今仔所开出来每一个政见，后援会所有的团队拢是伫在地对地方非常了解，所以我相信因绝对会甲廷辉监督，一定要一点一点实现。廷辉绝对会将家己的政见当作是我家己的性命，一定要一点一点来实现。带动着咱永康发展，永康要大发挥，就要选好陈廷辉，大家讲对不对？对。台南要大发挥，就要选好陈廷辉，大家讲对不对？对。拜托大家。接续陈廷辉也授旗予永康后援会长洪吉胜，
并且接受顾问团甲总干事致敬吉祥物。现场也有歌星谢晶晶以及名主持人欧面的坐镇，整个成立大会热闹滚滚。今日新闻民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两岸社会文化认同变迁论坛，上午伫嘉南药理大学场场，会中由各大学的教授为文化、教育、历史甲产业等层面，针对两岸议题进行探讨。希望与会学术界人士会当借着研讨会互相交流。由来自各大学教授等侪学术界人士，上午组织嘉南药理大学国际会议厅，针对两岸包括历史、文化、教育、产业等无共的层面提出探讨，借着研讨会来交换意见甲看法。因为这个论坛可以说，基本上对于有这么多的我们专家学者，然后这些贵宾啊，把这些火星气学的写作，还有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些论文啊，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论坛里面，大家做一些交流分享。那同时的话，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到两岸社会的脉动里面，我们怎么样让它更演化下去，更流畅的交流。在探讨的主题当中，包括着青年面对中国大陆推动参与创业、实施认知，甲未来推动策略的研究，以及为制度变迁理论、看两岸联动发展等等的议题。希望青年朋友借着论坛，会当对两岸发展甲交流有更较深刻的理解。电视台上郭博义采访报道。2018年台南艺术节将伫每年3月登场，文化局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局长叶哲生表示，艺术节总共有3个月，规划了40档105场次的节目甲表演，呼吁想要欣赏艺文活动的观众，爱把早鸟优惠提早买票。台南艺术节每年迈入第7档，市府文化局上午举办记者会。宣传每年艺术节为3月8号开始，到5月27号，将带来多达40档105场主题节目，甲邀请演出。文化局长叶哲山也伫记者会当中宣布，每一档的节目拢非常精彩，邀请想要欣赏艺文活动的民众提早来买票。明年是台南艺术节进入第7届，那从第1届到第7届，每一年文化局的同仁都绞尽脑汁，希望做出每一年不同的艺术节的内容，让我们的市民看到国际一流的艺术节的一个节目。所以刚刚影片当中其实已经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了，明年总共有40个国内外知名的表演艺术团队，超过105场的演出会在我们台南艺术节来做表演。透过各种方式，然后行销，把台南艺术节的票券，在我们过年前能够让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新年的礼物，或许送给你的小孩子来看好的一个表演哦。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特卖会在2月3号、4号会在我们就是长隆9零跟万中中的336巷来上场。那这个部分也会有很多特别的一些优惠。台南艺术节第1个礼拜，就带来2部国际经典表演，
包括经典百老汇音乐剧《猫》，也有越来越爱你电影音乐会。另外，也有在地甲跨国团队合作的精彩演出，就是要让台南民众第3个月时间欣赏到一流的艺术表演。今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南区体育园区的步道因为树木寸紧、路面无平，造成散步运动甲骑脚踏车的民众真容易滑倒受伤，而且短短无到500公尺的步道，佮疑似出现关节不清的问题。医院林美燕就要求市府各单位爱做统合，并且马上改善。位于健康路边的步道，因为树木串紧的关系，一时附近地砖拢铺起来，路面袂平。不过是对行路、骑轮椅，或者是骑脚踏车的民众，拢真危险，甚至已经有几啊件民众滑倒受伤的案例。但短短几公尺，却疑似管理单位无共，造成环节分袂清楚，互医院林美燕相当愤慨，批评市府单位各自为政。位在忠烈祠这个部分的健康步道，也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树根隆起的非常的严重，然后路面毁损的非常严重，也有人跌倒了。那上个礼拜我们邀请了相关单位到了现场来做个协商，协调看看到底谁来做一个主导单位把步道更新啊。那结果发现各自为政啊，市政府它是一个就是个体，它是一个整体的，市政推长不可以分说哪个局处的，这样子的话，民众他是诉求如何去解决啦。那所以上个礼拜各个单位来协商都破局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秘书长，就是单位就是长官来到现场希望他能够有个统筹，到底由谁来做个统一处理我们人行步道的就是一个完整性啊，让回归给我们的台南市民一个新的安全。对此，秘书长吴新修表示，经过各单位协调过后，确定由体育处提报步道改善计划，由市府统筹预算，用上紧的速度定出改善时程，以提升道路安全性甲优质的用路环境。新闻加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18度到22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